Hello，我係 Yumi 啊！嗱，禮拜日咧就跑11場賽事啦，咁但係有個別場次咧就有啲咧好似好穩健嘅擂台等喺度啊，咁事實係咪真係咁穩健呢？嗱，另外有一場馬咧，嗰一隻馬咧上一次就輸得非常之唔抵啊，咁但係馬房手足就講啊，今場咧佢有力反先咧上次贏佢嘅對手啊。嗱，其實有啲朋友咧就唔係話好識買超班馬，咁通常超班馬咧就唔會攞嚟買 win pay 嘅，咁馬房咧通常都會攞嚟買下3重彩、4重彩，又或者咧指定1、2位嘅馬膽嘅。嗱，另外啦，呢一隻超班馬咧同場反而忌憚另外一隻對手喎，咁究竟係邊一隻咧？亦都會喺呢條片咧同大家講下嘅。嗱，另外禮拜日如果想收到 Tracy 嘅一啲免費資訊咧，記得加佢 WhatsApp 啊。Hello， 我係 Yumi 啊，咁大家咧就記住要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啦，俾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啊，因為嚟緊咧我哋就會加開賽馬同埋足球嘅短片啊，咁如果唔想 miss 咗當日 tips 嘅朋友咧，就記得要撳埋呢個鐘仔啦。嗱，要講嘅場次咧就係第11場3班1400米啊。嗱，呢一場馬咧一睇有一隻馬就幾勁下嘅，就係咧1號嘅神馳啊，咁連續4場已經係贏咗其中3場噶啦。而當中另外一匹咧，亦都係好好賽績嘅，咁就係咧2號嘅彭才啊，咁就出戰5場，總共咧就贏咗3 win 2個第3啊。咁呢兩隻馬咧，其實個戰績咧都幾好嘅。嗱，上一次咧就神馳贏咗彭才啦。嗱，其實呢一隻彭才咧就喺蘇慧賢馬房手足心目中咧，呢一匹馬咧係一班馬嚟㗎。咁如果以90分為一班馬嘅界限咧，佢而家有76分啦。咁即係馬房咧睇好佢咧，仲有14分嘅走位嘅喎。嗱，先講下呢一隻1號嘅神馳先啦。嗱，呢一隻神馳咧上一次就戒低咗隻彭才啊。嗱，其實睇到佢沿途走位咧，神馳贏來咧，其實都幾難度高噶。嗱，因為咧佢沿途咧都係3兩碟咁樣去跑啊。嗱，沿途望空冇遮擋嘅。咁今次嚟講咧個磅位咧就同上次就差咗1磅左右嘅啫。咁而且亦都係13檔啊。嗱，但係蘇慧賢馬房手足講到明啊，呢一隻彭才咧就一定唔驚呢一隻神馳噶啦。今次就嗱，因為咧佢話好明顯個檔位變咗啊。咁而且其實潘頓上一次輸俾神馳咧，其實都有認咧嗰個走位咧係有所失當噶。嗱，因為呢一隻彭才咧上一次就俾人困死咗入邊啦。咁馬房手足就話咧，呢一隻彭才如果係外碟望空嘅話咧，戰果一定可以改寫啊。好啦，再睇下啦。嗱，其實彭才咧佢贏馬嗰3仗咧，都係真係咧喺外檔嗰度咧衝翻上嚟嘅喎。咁都係咧由何澤堯經手嘅。咁而且分別排檔咧都係10檔啦、11檔啦、12檔呢啲咁外嘅檔啊。嗱，同埋佢哋之前咧彭才都係贏1200米啊。咁但係講到明咧，彭才跑1400、1600係更加之好噶。咁今次嚟講排個8檔啦，孭131磅，比上次咧輕咗4磅啊。而咧繼續潘頓跑啊，嗱，潘頓咧亦都係親自過檔啊。嗱，馬房手足講到明啊，潘頓咧係好有心機過檔一課咧跳一跳噶。咁今次嚟講啦，佢哋咧就覺得係絕對有信心咧再而望一嘅。咁好啦，最大敵人啦，咁佢哋咧就唔係放咗喺神馳嗰度喎。嗱，因為覺得神馳咧佢就排咗個外檔啦，咁同埋咧個磅位咧亦都係拉近咗之下咧，嗱，覺得其實彭才機會咧係喺佢之上啊。咁反而同場有一匹馬咧，其實本身另外一個馬房咧都好睇好佢噶，咁但係至今咧都係贏1 win 咁多嘅啫。咁就係7號嘅呢匹何好運啦。嗱，呢一匹何好運咧就4歲仔啦。嗱，其實 Tracy 咧之前都有問過廖康明馬房嘅，咁呢一隻馬咧就唔係話十分之早熟啊。嗱，同埋佢之前咧就唔係話好操得嘅，咁所以咧就影響咗佢嘅進度啊。嗱，因為呢一匹何好運咧，自從11月17號不良於行之後咧，再喺12月15號啦，就因為墮馬事件干擾咗之後咧，直到3月咧先再出啊。咁但係3月、4月嗰2場馬咧，就交翻俾阿班德禮去策騎啊。嗱，其實班德禮咧都好有心機去吞呢一隻馬噶。嗱，因為呢一隻咧何好運咧，除咗陣上用班德禮之外咧，嗱，班德禮咧喺神課入邊咧都好重視咧呢一匹何好運噶。
噶。嗱，而且之前何好運咧都已經講到明1200米嫌短啦，咁所以上兩仗輸咧其實都係預計之內啊。嗱，上一次跑過第二，馬房咧都有落重飛噶。嗱，今次繼續用上班得嚟啊，即係證明上一次佢哋係收貨嘅。嗱，同埋何好運個跑法嚟講咧，1400米一定係比1200米合適嘅。嗱，講質素嚟講啊，佢同彭才對比嘅話，咁兩個馬房咧都覺得彭才咧係較為高少少嘅。咁但係如果計個銳勢啊、進度嚟講咧，何好運咧都唔可以忽視啊。嗱，始終廖康銘馬房之前咧都覺得何好運咧係屬於二班尾嘅馬。咁如果二班尾嚟講咧，以佢而家68分嚟講啊，即係咧仲有12分喺手，都幾多下噶。嗱，所以呢一場馬咧，除咗神池係彭才嘅最大敵人之外咧，嗱，我都認同馬房手足啊7號嘅何好運咧都係其中一隻最大敵人嚟噶。咁如果揾多隻腳嚟講咧，咁當然啦就要留意9號嘅呢一匹元朗精英啦。嗱，呢一匹元朗精英咧，上一次無端端就走咗去放頭啊，佢又放到個第2喎。嗱，輸俾不同世界啦，而贏鐵金剛嘅喎。嗱，呢一隻元朗精英咧，其實我覺得咧就絕對唔可以睇少啊。嗱，因為咧佢今次休咗1個月左右啦，咁而中間咧亦都係操得幾辣下噶。嗱，4月17號咧亦都係由楊明倫啦，由頭放到尾啊。咁即係咧有機會今次咧就排個5檔咧，咁佢咧都有機會放頭走嘅喎。咁同埋咧佢3區拍市啦，咁拍咗貨咧佳進連連啊，同埋咧藤黃區嗰貨草集啊。咁馬房手足話佢開始都可以念到口啊。咁所以呢一匹元朗精英咧確實真係有進步啊。咁雖然元朗精英睇落個質素咧真係同彭才啦、何好運啦，甚至乎係神池咧真係有少少差距啊。咁但係都覺得呢一匹馬咧3甲要有1席嘅話咧，難度應該唔高噶。咁所以呢一場馬咧2號嘅彭才主要對手咧就係頭先我講嗰幾隻啊。咁就睇下彭才咧係咪好似馬房手足咁樣講在意望一啊吓。